新界旅遊路線2302由九巴營辦，來往九龍站及馬灣、柏欣路，途經港鐵南昌站。2302線為馬灣島首條常規專營巴士路線，旨在便利乘客往返馬灣公園和市區，更設記園內景點挪亞方舟的主題電牌顯示。歷史：馬灣公園的發展及營運，由新鴻基地產全資擁有的馬灣公園有限公司負責，當中第2期包括修復和翻新荒廢多年的馬灣舊村。政府於2021年3月31日公佈，已簽立批地文件，新鴻基需在批地日期起計3年內完成和開始運作馬灣公園第2期。新鴻基認為馬灣公園年年虧損，乃受交通限制影響，故與政府部門商討爭取放寬有關限制，並引入專營巴士，配合馬灣公園第2期於2024年第1季建成並開始試驗。運輸署於2023年1月建議開辦假日專營巴士路線，來往馬灣、柏欣路及九龍站，中途繞經南昌站一段深旺道。路線經公開招標，由九巴投得，編號定為2302。2024年2月3日，2302戰投入服務。2024年3月2日，增設與港鐵的0.5元成人八達通轉乘折扣優惠，指定車站為南昌站，優惠期至2024年12月29日。2024年12月23日，提升至每日服務，星期一至五由九龍站開出服務時間為10點正至21點正，由馬灣、柏欣路開出服務時間為11點正至22點正，延陽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服務時間，由九龍站開出服務時間為9點正至21點30分，由馬灣、柏欣路開出服務時間為11點正至22點30分。2302戰旨在便利乘客往返馬灣公園和市區，為出現虧損、經營困難。2025年3月4日，公園第2期正式命名為馬灣1868。此路線週末及假期載客量有上升趨勢，尤其節日或舉辦大型活動時，能靈活加開班次應付突然飆升的遊客量，但平日載客量仍然偏低。佢議員觀察旅客未如預期集中乘搭此路線，反而分散至柏籬灣客運各服務，影響原來居民出入。馬灣區內唯一站點偏離民居，不便居民使用，建議於馬灣、尖沙咀增設車站，甚或聯絡旅遊發展局協助宣傳。九巴對加站建議持積極及開放態度，曾向運輸署申請在柏林路迴旋處近臨海廣場設站並獲支持，為該路段屬私人管理範圍，九巴尚未取得管理人許可。事實上，早在此路線開辦初期，已有區議員指其途經柏欣路，使柏欣路使用者不止柏籬灣居民，亦包括訪客，希望部門考慮共同承擔擁收責任，後提議研究由政府收回柏欣路與柏籬路業權，並負責日常擁收。以上諸項建議中，暫只得延伸至尖沙咀一項獲諮詢機會，並得以落實。2025年12月1日，來回方向繞經廣東道、梳士巴利道、九龍公園徑並增設巴士站。收費：全程收費15.5元往馬灣方向之分段收費。富昌邨11.1元往九龍站方向之分段收費。富昌邨起5.8元用車，此路線全線以比亞迪 B12 米 BET 行走，為九巴首條全線以雙層電動巴士行駛的路線。
當電動巴士未能提供服務時，配改用雙層柴油巴士。當青馬大橋實施第一階段強風交通管理措施時，此路線配改用單層柴油或電動巴士。另外，此路線平日有來自6號線之電動巴士之柯打，其中一輛用車亦需柯打61M 箭。使用狀況：根據佢已配文件，此路線載客情況如下：2025年4月，載客率約20%；8月，由馬灣開出班次載客率平均不足10%。